全国各地社工工会今仔日伫卫福部门口召开记者会，希望卫福部看到基层社工过劳等等的困境，嘛呼吁卫福部就要重新检讨这社会安全网的政策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社安万事灵。7月初1鬼门开，传饼拜拜求平安。这个特别的普渡竟然办伫卫生福利部的门口。卫福部乖乖要多听基层，有无？全台湾各地社工工会讲，因要超度的社工亡魂，是指遐个为着达成无合理的规定甲定数，过劳致使身心点头，失去初衷的社工。从机车的超速到随机杀人，为什么都是社工来做一个服务呢？连10几年的个案，他现在如果出事情的时候，那些议员啊、那些长官啊，都会叫他们把个案记录拿出来再做检讨。在这些各种杂事，或是行政，或者是很多上对下的一些交办事项中，会觉得很迷惘。那就是自己社工本身的意义是什么？社工是社会安全网内底上重要的角色，但责任真重。社工工会呼吁，卫福部的政策都应该爱纳入工会意见，都要找我们做一个协商，不要就是说哦，这个议题不是劳动议题，不是专业议题，就不找我们工会做协商。听见了没有？这个我们会带回去统一处理，我们会再用新闻的方式再跟大家提供相关的讯息。好。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访谈36个社工，将因为工课身心过劳的故事画成生死簿仔，送予卫福部，希望卫福部会使听到基层社工的心声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